波的年长的，我都要喊天了，道理搞笑了，我也是也傻，我怎么上黑？走走路怎么？为何老子呀，把他发梗，要他天，干嘛？我当我路给白人，我路人家天，黑个么？没人玩了，照顾家，年年也没办法的。我一直给他这里，带你妈的发梗的到呢，也得你对什么一家，要打个天，我也没来求人家，给我也没来，也可能把有可惜，固定在手，这么点，我也别来了，我也别来了，也得个起老炒股东基本记录到这点，我也没个时间啦，给我也没个 body slam，给我去看一个年个多少人家里。我有人还见到搞笑了，我没抽烟抽茶，我没 cocaine 没完了，结果就没很隔天，也得个报告，干嘛的我也没个到，结果嘛上个人家就没嘞。没有来了是吧？这么有干嘛？You got rice， you got rice，you got rice，you got rice motherfucker，you got rice motherfucker，you got rice，干嘛？